带去读唐诗。金陵酒肆留别，作者李白。风吹柳花满店香，五枝压手还客上。金陵子弟来相送，欲行不行各尽觞。千军四门东流水，别意已是随端中。简介：这首是伫开元14年，也是公元726年，李白初初离开传说，顺江东下，到入金陵。到咱江南的风光，已经有一段时间咯。也交陪陪酒的好朋友，准备呢继续要前往扬州。当地真侪好朋友呢，准备宴席甲伊鉴别的时阵所写的，因讲是伊早期未出名以前的作品。也不过呢，伊愿亲像后人来赞赏，是一首最出色的征别诗。头一联就描写江南风情嗰个民情，春意盎然，情意绵绵。尤其是这句的满店香，是春暖花香，更加涵盖千百的秋香。五枝借酒温群，频频敬酒的热情，真是人美、酒美、人情美，配上柳花飞舞的景色美，衬托金陵酒肆的人事物处处飘香。第二年呢，特别凸显李白豪迈甲落公交，真侪消散的好朋友呢，你一杯我一杯，豪放来畅饮，拢无一点点送别的离愁。尤其这句欲行不行，更加是流露悲伤，甲落送行的人恋恋不舍，无限的留恋之情。第三联，千军四门东流水，别你意志随端中。结构奇妙呢，令人来称赞。面对金陵的好朋友深情的消杀，使李白感动万分，竟然想出滔滔的江水来做对比。伊就是讲消杀的情谊呢，敢用滔滔不绝的江水向前绵绵不断。咱人的情谊呢，是看未着、摸未着，视线都是视线，竟然化无形为有形，只着江水连绵不绝来比如好朋友的深情消杀，而且是用反问句哦，更加新颖奇特。悠然结束了这首标新立异、与众不同的征别诗，也使读者呢深深的认识李白风流飘逸豪迈天性。读诗的囡仔袂学歹，有气质，够文采，读诗快乐哦。